去上高地 Kamikoji 神之故鄉。上高地喺每年嘅4月中到11月中期間開放，坐巴士入去好簡單。冬季期間因為積雪，所以所有設施咧都冇開嘅，但係遊客咧係可以靠自己雙腳行過去嘅。坐高速巴士到中之湯，喺隧道口填入山申請表。首先要經過2個隧道，虎隧道同埋上高地隧道。離開隧道行多陣呢，就有冬天開放嘅廁所可以用。行到去河童橋，盡情影相，盡情感受個靚景。溫馨小提示：河童橋有 YouTube Live， 大家去到不妨同鏡頭揮揮手。之後就沿路行返去大正池，要行一條積雪嘅斜路落去，要小心啊！用眼係比相機再靚100倍啊！黐撚線。臨近開放前嚟，積雪大部分清咗，人少又易影相，心情勁好。沿路都係平路嚟嘅，最多都係上車落車，都幾易行噶，仲見到啲小動物添。欣賞完靚景呢，就要沿路行返出隧道，加埋休息同影相嘅時間，來回6個鐘。無論幾時嚟，上高地都係咁靚。早唞。